台电公司伫2020年，伫台南将军甲七股地区，利用214公顷的废弃盐滩地，打造装置容量150兆瓦的台南盐田光电厂，创下当时国内上大的纪录，平均一档会用发出2亿度的电。现在配合新能源企业联合再生，设立首座光储合一，打造全台上大20瓦的都能系统。6号上午由台电公司、市府加新能源企业共同主持启用。请储能，光储合一，蓄电给力。那么我们贵宾手中的沙子，象征着永续绿能的积载电力。现在能源沙缓缓倒入。储能系统的启用，对于太阳光电发电的平滑化，是非常的有帮助。尤其在以2050年为目标，60% 的太阳光电及再生能源的状况之下，我们如何把电力系统做到最好的这个调度呢？我们需要一些其他额外的工具来帮忙。那其中呢，储能系统就是一个最快协助电力系统稳定的最好工具。所以我们台电呢率先在台南盐田这个地方呢做这样子的一个建设，这是在本土的第一个案场地。那今天呢已经在本岛做这样子的一个试验，我想对未来的电网稳定呢一定会有更大的这个帮助，共同一起为2050年的净零目标来达成。非常感谢我们台电公司以及能源局，那这几年来在这个地方投入了很多的太阳光电再生能源的资源，在这个地方也让这个地方成为目前台湾太阳光电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那今天这个光储合一的储能系统的一个启用，我想也是对整个台湾再生能源太阳光电迈向更前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台电表示，绿能结合都能，会用兼顾永续环境加稳定的供电，协助太阳光电的发电，并入电网的稳定调节，搭配功率的调节系统设备，总都能达到2万度，会用提供4万的家庭用户1点钟的用电。为了呼应政府2025年都能系统的目标，未来台电嘛将透过自建加电力辅助的服务交易模式，落实1000瓦的设置目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